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Ellie会谈到动作好听的歌曲，唱是 Goodbye My Love。Goodbye My Love， 母子恋恋，唔恨离别。咱自行用台呢，按酱的山山。台湾有按酱在山上。还有呢，秀场天后彭红姐带来歌曲，在表本人看。还有呢，还有个罗时丰带来的《西妹安酱》。各条歌曲全部非常的精彩好听哦，莫转推哦。Goodbye my love， 母子恋恋，唔恨离别。晚上在那一边，思春处有冰河，希望唔会记得爱嘅名哟。Goodbye my love， 到了分手嘅时节。Goodbye my love， 母子恋恋，唔恨离别。看一铺两铺，今行今人，点点的看离开爱身边，爱永远难忘，爱嘅心难忘。怀念的是难忘，甜蜜的是难忘，最人的歌声无可能来忘记，爱的爱在改变，总有一日再见面。Goodbye my love， 到了分手嘅时节。Goodbye my love， 母子恋恋，唔恨离别。看一铺两铺，今行今人，点点的看离开爱身边。是难忘，怀念的是难忘，甜蜜的是难忘，最人的歌声无可能来忘记，爱的爱在改变，总有一日再见面。爱的爱相信，总有一日来见面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客家是老人 Hot Music》，我係蔡 V。
大家好，我係嘉妮，因為個偷偷堂東係唱嘅嗰首 Goodbye My Love 好聽麼？啊，是才好聽，所以講好聽又便宜啊！有冇講？因為打開電視啊，有50千做到宣傳到啱好聽嘅歌曲。其實呢，呢節目呢，搭機嘅開始呢，將會先睇這個非常熟嘅歌曲，重播睇這個堂。還有兩條Goodbye My Love 呢，係1978年哦，鄧麗君唱紅嘅。係啊，相信呢，眾多觀眾朋友呢非常歡迎呢條歌曲。係啊，觀眾朋友點解呢節目佢用心地做嘅嗬？明白如果寫啱好聽嘅歌曲啊，本大家去懷念啊、回味。係啊，也自家也非常喜歡啊，用兩種方式來表。